欢迎光临，请里面坐哦。欢迎光临，请内底坐。欢迎光临，请内底坐。你好，这是菜单。很好，也是菜单，很好，也是菜单。需要帮你介绍吗？好啊，你们的招牌菜是什么呢？我甲迄小改嘛，好啊，迄日的小卤菜很不改嘞。我甲迄小改嘛，好啊，迄日的小卤菜很不改嘞。我会推荐最受欢迎的客家板条、姜丝炒大肠和福菜肉片汤。我会推荐头等人欢迎的客家板条、姜丝炒大葱和普菜肉片汤。我会推荐头等人欢迎的客家板条、姜丝炒大葱和普菜肉片汤。看起来很好吃，就点这几道菜吧，请不要加辣。酿起来真好食，这点热加芹菜，请卖掺咸。酿起来真好食，这点热加芹菜，请卖掺咸。没问题。我跟你说哦，这姜丝炒大肠啊，是很好的菜耶。冇问题，甲hen讲哦，俩姜丝炒大葱是真好的菜啊。冇问题，甲hen讲哦。俩姜丝炒大葱是真好的菜啊！人说啊，冬天萝卜，夏天姜，生活不用上药方哦。这么好啊！人讲寒天菜头热天姜，生活唔是上药方啊！真好哦！人讲寒天菜头热天姜，生活唔是上药方啊！真好哦！是啊，吃了猪肠炒姜丝，赚钱无人知。姜丝炒猪肠啊，幸福天地长哦。系啊，食了鸡葱炒姜丝，赚钱无人知。姜丝炒鸡葱，幸福天地长哦。系啊，食了鸡葱炒姜丝，赚钱无人知。姜丝炒鸡葱，幸福天地长哦。嘿，菜都到齐了，慢慢吃啊。菜弄切切啊，款款谢咯。菜弄切切啊，款款谢咯。口味吃的习惯吗？非常好吃，下次再来吃。口味是袂关系嘛？目睭好食，后摆袂过来食。口味是袂关系嘛？目睭好食，后摆袂过来食。谢谢光临，祝你玩得愉快哦。感谢光临，望hen送了欢喜。感谢光临，望hen送了欢喜。